来看中华县议员赖清美，伊伫面册破文讲，伊有人见面要摕物件，所以甲车驶到中华王景派出所临时停车。也毋过值班的警察说爱伊随驶走，伊批评讲，这警察的态度是真歹。县警局已经回室内，嘛要来启动调查。也毋过外界质疑讲，这敢是特权的。赖清美是表示讲，伊今仔透早有接到真侪通内乱的电话，这议员讲，伊会针对烧了的人来提告。 赛车的是中华县议员赖清美，日伊去中华王景派出所，想要把车停伫咧派出所的停车格，却和警察起冤家。口气呀、态度都不是很好。我下车的时候，我有回他说，因为他大声在冲他。好。他也很不爽，他说我没有跟他借。 赖清美讲，迄天和朋友见面要摕物件，毋过车位歹找，就约好势伫咧派出所见面，甲车驶入去派出所内底。赖清美强调，伊要临时停车，人未离开，煞互当地的警察赶。赖清美甲这过程铺伫网络顶挂，嘛通知县警局。这局长毋来回室内，佮讲要甲这个细乱警察启动调查。那沟通过程中，有产生误会，那后续的细节我们会再调查。 来到王景派出所，这停车格有标示警备车规，而且这挖进街仔路，这停车位是真歹找。有袂少民众讲，就算街仔路找无位，嘛被直接甲车驶入去派出所。通常一般民众不会停派出所门口啊，何况他是右翼，他又是议员。民代表吼，甲民众徛在同边，民吼有特权，你若要做物件招，一般警员嘛招你啊。 啊！你无表明，人也毋知你议员啊、讲员拢毋知啊。警方表示，民众若有紧急需求，或者是要办公，拢会使停车。啊，若这议员嘛，防止伊讲利用代表的身份使用特权引起争议。伊的面册互老话批评，在手机啊，伫咧半暝嘛有17通骚扰的电话。赖清美呼吁外界爱冷静，针对无理性的批评，伊嘛会提告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